好，来乡亲继续来看这件，哪会安尼坏爸爸咧？宜兰一个老乡亲，透早骑奥多麦载太太去运动，回程这个车骑到半路啊，听到后壁有人咧甲二喇叭。这个老乡亲想讲是熟悉的人咧甲拍招呼，就回头甲看一下。结果这个驾驶想讲，老先生无爱让路，搁急面抢互看。竟然是亚军啊落车，甲这个老先生拍成重伤，然后开车来逃走。警方伫个5点钟后抓到人，有啉淡薄仔水，这个酒用伤害罪甲移送法办。驾驶一路车摕棍仔对阿伯直直拍，车顶的朋友甲苦劝嘛无法度阻挡。阿伯互拍到手骨、手指头啊下海拢有开放性的骨折，不过驾驶拍煞了后就塞车离开。打到棍棒都断掉了，右手的部分开放性骨折，手指的部分也骨折，右手上肢的话也有骨折，手腕断掉，然后中指的部分也断掉，然后左脚中指的部分也是骨折，然后右二颧骨的部分这边也有骨折。透早5点多，76岁新阿伯骑机车送太太转去的路啊，后壁轿车对起喇叭，阿伯抓准是熟悉的人，就回头，和驾驶抓准要甲呛声，就摕棍仔甲拍。机车的镜互拍碎，外壳嘛破损，亲人知影消息了后，真生气。一个将近80岁的老人家，这是半年不会好的，你要开几次刀，整个都碎掉了。老阿伯后续要需要做手术来治疗，好厝内人真唔甘。警方伫5点钟内就抓到嫌犯，因为若酒测达0.06，干那啉酒开车，阁有伤害的前科，专案嘛以伤害罪嫌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。